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記上卷第11章。亞捫人亞哈上去圍攻基列的雅比，雅比人甲亞哈講：你甲阮簽約，阮就服侍你。亞捫人亞哈應講：互我學恁逐個人會正目來侮辱以色列人，我就甲恁簽約。雅比的長老甲伊講：求你寬容阮7日，阮通派人去以色列全境。若無人要救阮，阮就投降。所派的人到掃羅住的基比亞，將這個消息講互民眾聽，因就攏大聲哭。掃羅拄對遠年趕牛倒來，掃羅講：大家是安怎得哭？因就將雅比人的代志甲因講。掃羅聽到這個消息，受上帝的神大大充滿，非常生氣。伊就將一對牛切做一塊一塊，交互使者送到以色列全境，警告講：無出來缀掃羅甲撒母耳的人，因的牛嘛會安尼互人切做一塊一塊。上主予人民非常驚嚇，因就攏同心，親像一人出來應戰。掃羅佇比色點算人數，以色列人有30萬，猶大人有3萬。因甲派來的人講：恁着安尼回復基列的雅比人講，明仔載日中晝的時，恁會得到解救。派來的人轉去甲雅比人講，因就非常歡喜。雅比人就甲亞捫人講：明仔載阮會出來投降，出在恁對待阮。隔日，掃羅甲人民分做3隊，天要光的時，因攻入亞捫人的軍營，一直到日中晝，拍死真濟人，剩的人攏四散，隨人逃命。人民甲撒母耳講：是啥人講掃羅哪會當治理咱？甲因交出來，阮要甲刣死。掃羅講：今仔日一個都毋通刣，因為今仔日上主有拯救以色列。撒母耳甲人民講：來，咱來去吉甲，佇遐正式確立王權。全部的人民就去吉甲，佇上主面前設立掃羅做王，閣獻平安祭予上主。掃羅甲以色列眾人歡喜慶祝。